最近呢，你一定成日聽到一種講法，就係 AI 淘金熱已經開始咗，好似一係你要趕快上車，一係就等住被成個時代拋棄。呢種講法呢，聽落充滿嘅機會，但亦都令你夠晒焦慮。所以今日呢，我哋就冇好好嘅拆解下呢套說辭，佢睇下呢個超級引人嘅故事，佢到底係點樣被一步步打造出嚟嘅。好，咁一開始就直接切入重點咯。問咗我哋大家心入邊嗰個最大嘅問題 ，AI 真係會取代人類咩？呢句說話佢背後其實就係我喺呢個時代最深層嗰種不安全感嘅。不過簡報即刻就俾咗一個更有挑戰性嘅答案，喺話俾我哋聽搞錯重點啦！真正嘅戰場根本唔係人類同機器嘅戰爭，而係人同人之間嘅競爭。關鍵唔在於 AI 會唔會取代你，而係識用 AI 嘅人正喺度取代緊嗰啲唔識用 AI 嘅人。哇！呢句說話一出嚟，基本上就為呢場淘金熱定下咗新嘅遊戲規則。好，咁呢個就帶我哋進入第一個部分啦，取代或者被取代。成個故事嘅核心超級簡單，意思就係喺呢波大浪入邊，你就只有呢兩種選擇，冇其他啦。你睇下呢張圖表，呈現嘅現實其實有啲殘酷。你睇下左邊 Oracle、微軟、IBM 呢啲科技巨頭裁員都係幾萬咁裁嘅，但你睇下冇咗同一時間，佢係反手將幾百億美金瘋狂嘅砸落 AI 嘅基礎建設度。呢個就係一場名副其實嘅大洗牌嘛，舊嘅工作嘅嘢，然後公司將所有嘅籌碼全部都壓咗 AI 呢個全新嘅賽道上邊。不過就好似每一場淘金熱一樣嘛，當有啲人被逼離開牌台嘅時候，總係會有另外一群人正喺度挖到嗰種令你唔敢相信嘅寶藏。所以故事到呢度出現咗一個轉折。跟住簡報舉一個超級驚人嘅例子，一間叫做 Medway 嘅公司，佢先記住呢個數字，4.01億美金，呢個係佢哋預估喺2025年嘅營收。好，咁你哋估下睇下，要創造出呢種天文數字嘅公司需要幾多員工？答案係2個人。係，你哋聽錯，就係2個人。2個人就咁樣撐起咗一間年營收上睇4億美金嘅公司。呢個到底代表咗咩？根據簡報嘅算法，呢個就代表咗超過9000倍嘅投資回報率。呢個就係成個淘金熱故事嘅精髓所在，係咪？用極細嘅投入去撬動一個你根本無法想象嘅巨大回報。OK， 既然都話係淘金熱咯，佢每個想去淘金嘅勘探者，肯定都需要工具嘛。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攞睇下簡報揭示咗呢個新時代嘅工具箱入邊到底都放咗邊啲犀利嘅法寶。呢啲就係新時代嘅十字 OU 同埋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突然間有咗一個團隊，可以幫你自動寫報告、經營社交媒體，仲可以24小時全年無休嘅回答客戶問題，甚至幫你分析數據、設計海報。咁呢，其中最犀利嘅就係嗰個 AI 智能體，佢唔只係做單一任務嘅，佢仲可以好似一個能獨立工作嘅員工嘅，完成一連串複雜嘅工作。佢驅動呢啲工具嘅引擎係咩呢？就係而家我哋成日聽到咗各種大型語言模型。簡報入邊列咗幾個主流嘅選擇，無論係通用能力好強嘅 GPT， 主打安全可靠嘅 Claude， 定係可以自己客製化嘅開源模型 Llama。重點係而家嘅選擇真係非常之多，呢個就代表話，無論你嘅需求係咩，幾乎都可以揾到適合你哋嗰個 AI 動力來源。好，咁跟住落嘅簡報將呢個概念又推到一個更有未來感嘅高度。一個人要點樣先可以擁有好似一支軍隊嚟嘅力量？想理解呢一點，我哋要先搞清楚智能體，亦即係 agent 呢個關鍵字。佢唔係嗰種只會同你傾偈嘅機械人嘅，佢係一個可以自己去搜尋資料、做分析、做決定，甚至親自去執行任務嘅 AI 系統。為咗令呢個概念更具體一啲，我哋直接睇下簡報入邊提到嘅例子。簡報用咗一個叫 OpenClaw 嘅開源項目做例子，好巧妙咁說明佢哋係點樣運作嘅。你睇，佢有一個負責思考嘅 AI 核心，一個負責同出面世界溝通嘅網關，一個放喺各種能力嘅技能庫，仲有一個長期記憶系統。
當你將呢啲嘢組合埋一齊，一個人就可以同時指揮好幾個咁樣嘅智能體，等佢哋分工合作。呢個就等於係組建咗一支真正屬於你自己嘅 AI 軍隊啦。好啦，喺展示完高風險嘅賭注，仲有咁強大嘅工具之後，任何一個好嘅淘金故事都一定需要一張地圖，係咪？一張通往寶藏嘅地圖。佢呢份簡報當然亦都幫你準備好晒啦。呢個就係簡報提供嘅藏寶圖，一條只要5個鐘頭嘅學習路徑。佢將整個過程拆解成5個超級清楚嘅步驟。第1個鐘頭，你先建立正確嘅心態；第2個鐘頭去認識所有工具；第3個鐘頭實際動手做嘢；第4個鐘頭學點樣嘅團隊入邊應用；到咗第5個鐘頭，你就可以畫出專屬自己嘅 AI 路線圖啦。你哋呢個就係一個將抽象概念轉化成具體行動嘅藍圖啦。所以喺我哋將呢個超吸引人嘅故事一層一層拆解完之後，最後嘅問題又翻去原點，一個直接問你嘅問題：淘金熱已經開始咗啦，喺你嘅工具喺邊度呢？